大家好，我係香文。皇冠一財經頻道今年會喺9月20號到21號喺陽明山莊為網友舉行綜合投資工作坊。第一日我會為大家講下股票技術分析走勢同埋期權嘅實戰經驗。至於第二日就會分析明年嘅市況走勢，俾大家參考一下。而家尚餘少量名額，快啲打嚟25113330報名啦，到時見。歡迎收聽2014年9月16號嘅基金解碼嘅。今日咧，我哋呢個嘉賓主持真係好耐冇聽到佢把聲啦。可能見佢咧，有時大家都會見到嘅 William。你記唔記得對上嗰次你係幾時同大家響度即係分析啊？應該係前個禮拜二。係啊 ，exactly 啊，即係話已經有2個禮拜咧，大家係冇機會問你問題。因為中秋節啊嘛，開心啊嘛。係啊。呢個過節，即係嗰晚，其實我都要做嘢嘅。係啊，但係佢哋都好想問下。即係你嘅意見，特別係佢哋自己嘅 portfolio 係點啦。咁陣間第二節翻嚟咧，會詳細問下你嘅。好啊。呢節咧想主要傾下，因為今個禮拜咧其實市況都好多嘢要關注，逐樣問下你咧究竟點睇先。包括咧就有聯儲局會議息啦。咁我哋禮拜4嘅凌晨咧香港時間咧就會知道嗰個結果嘅2點鐘左右嘅。2點鐘係啊。咁啊，次次都係2點嘅啦。係啦，2點半啦，Yellen就會出嚟講下嘢咁樣啦。咁啊，另外仲有關注就係蘇格蘭公投啦。咁啊之後咧仲有阿里巴巴上市，又係望穿秋水啦，已經去到咁啊！而家提價添喎，佢係咯，提價好狼喎，都我覺得有少少218億啦，集資去到咁。咁一陣間又詳細傾下呢個。咁啊，睇埋咧就係有啲咩美國經濟數據今個禮拜都多啦。尋晚出咗啲都唔係咁靚仔嘅，其實見到參差，因為其實呢啲全部數據其實都係滯後嘅，咁所以你就咁攞1個月咧，老實講句唔係有咩特別意思。咁其實真係一啲例如話係經濟分析師咧，其實都要攞佢3個月嗰個趨勢嚟先至可以作評估，因為其實琴日嘅你會見到一個升就一個跌啦。係啊，咁但係你講緊如果係跌嗰個咧，點解市場會咁緊張咧？係因為佢將7月份嗰個數據都係下調咗嘅。咁所以即係向下修正咗嘅。咁所以就變咗啲人就覺得係唔係一個趨勢嘅出現，就係話究竟嗰個市場嗰個例如話係製造業啊各方面嘅活動咧，其實有放緩嘅跡象咯。另外仲有啲政局問題要關注啦，因為除咗烏克蘭之外咧，奧巴馬似乎咧對於呢一個即係伊斯蘭國家咧嗰邊 ISIS 啊，係啊冇錯，似乎就好似動真火喎。我相信其實唔係，因為其實如果大家留意翻咧，即係嗰個新聞嗰個情況，就第一，其實喺呢一個8月尾，就英國就將呢一個係安全警示提高到去第2，即是尾二高嘅級別。係啊，冇錯。咁主要嚟講係關乎到咧，就係呢一個係國家安全方面嘅問題，就係有關於個恐怖襲擊個機會率係覺得大咗。而澳洲亦都其實喺前日做咗同一樣嘢。咁所以變咗大家要考慮翻嘅就係話，而家嗰個西方社會對於伊斯蘭國方面嗰個恐怖襲擊嗰個情況咧，係嗰個意識一定提高嘅，因為你加上禮拜5又多咗條新片啦。係啊。咁有一個好不幸嘅一個英國人，亦都係一個人質，亦都係被斷頭咗嘅。所以卡梅倫佢先至走出嚟咁高調話，好似支持美國咁做啊。係啊，咁所以其實你出得兵嘅係得美國㗎啫嘛。因為澳洲係唔會出兵嘅，大家留意翻歷史啊。你就算你講緊係兩伊戰爭，去到 Desert Storm，即是嗰陣時，即係911之後。去到一路打阿富汗嗰方面，澳洲係從來未出過兵。因為羊嘅出口去中東係一個好大嘅生意嚟㗎嘛。咁所以佢哋係冇嘅，唔會出兵嘅。咁但係澳洲如果都將嗰個警示係提高，而英國居然即係咁嘅情況，亦都老實講句，英國而家亦都唔係一個出兵嘅好嘅時間。呢個係關乎到2樣嘢，第一就係話佢嘅軍力問題，第二就係話佢而家出兵嘅話咧，蘇格蘭方面係更加想抽身。咁所以政局上佢唔做得，因為以往大家都知道英國同美國基本上係兩兄弟嚟噶嘛。咁即係所以你覺得英國今次就算係卡梅倫咁講，可能都係即係
姿態上講下嘅啫，就未必真係會。唔係佢想出兵而唔出啊，唔出得嘅，即係佢出嘅話就蘇格蘭會更加，即係蘇格蘭會更加大一個藉口，就係話我唔想參與任何戰爭，因為我喺度養下威士忌咁幾開心咁樣，所以佢盡量想避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變咗得翻美國出。咁美國咁不嬲都係第一做大佬噶啦，而因為頭先我提到一樣嘢就係英國點解冇個軍力。其實因為英國嘅空軍喺過去10幾年其實個 budget 係 cut 得好勁嘅。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即係以前英國有隻好出名嘅戰鬥機叫垂直升降戰鬥機，咁其實停產咗噶啦。咁而你講緊英國其實而家係建造緊2架，即係超級嘅航空母艦，而係而家係賣唔到單嘅。點解咧？唔夠錢。我賣唔到單，賣唔到單嘅，一時賣唔到出街。唔係賣唔到單。佢嗰兩隻係超級嘅，即係因為佢要配合翻冇垂直升降戰鬥機嘅時候，咁你變咗個航空母艦嗰條跑道又未要長翻咯。咁佢就直情起個係即係超級嘅係，咁但係而家係唔夠錢埋單嘅，所以係唔知點算嘅。咁如果咁講，美國究竟今次最終你估會唔會真係出兵去打佢咧？我覺得會咯，但係規模上就唔同阿富汗，可以話係蚊比同牛比啦。即係大家如果係記得新聞嘅時候，當其實阿富汗呢係喺海邊係不停咁飛彈，係咁炸。今次我估係即係 send 啲戰鬥機入去炸完走，send 戰鬥機入去炸完走。咁係講求效率，咁同埋亦都喺嗰個選擇轟炸嘅據點上呢。都會好仔細咯。咁所以係唔係大規模嘅一啲空襲行動咯？我覺得係個別係突擊型嘅空襲咯。因為你要對付即係呢啲係佢哋呢啲聖戰分子嘅時候，其實啲聖戰分子都好叻噶嘛。因為佢哋而家都係盡量即係匿喺一啲係有平民百姓嘅喺度，即係搏你班友炸。就連累啲百姓咁，跟住之後就有話題話佢哋要打聖戰啊乜嘢嘛。即係所以其實而家嗰個例如話係政府嗰個軍事嗰個對策咧，亦都改變咗咯。咁甚至乎我覺得有機會會一個幾好嘅機會就係 send 啲無人嘅小型即係轟炸機入去都唔出奇，因為呢啲係其實俾美國試武器一啲好好嘅機會嚟嘅。因為所以你話美國會唔會炸？我覺得美國實炸，問題係全部會係好細規模啦。咁我真係可能對個市都未必太大影響喎。冇㗎，呢個係心理上嗰個情況咯。即係你話會唔會真係動亂到或者喐到油價金價？即係大家有眼見啦。係啊。咁啊，另外仲有咧，就係啱提到呢個聯儲局啦。咁大家都預期繼續減買債㗎啦。咁我剩低就係應該係250億啦。冇錯。咁今次係咪你減100啦？減100先？減100，因為其實佢之前都講咗㗎啦，減100，下次最尾就減150。都走唔甩㗎啦。咁我亦都見唔到有原因要改。咁所以其實亦都你講緊聯儲局今次嚟話2年半一輪出嚟講嘢，市場都覺得佢個語調唔會有咩改變，而反而就係好執着一啲字眼，究竟有啲字眼會被刪除啦。一時例如話係對於經濟增長係覺得唔夠啊，即係點唔夠法？究竟因為佢有冇啲字眼增加或者刪除？我市場而家係捉緊呢一個啦。呢個銀窿都好似幾大咁樣喎。好大嘅，咁所以其實啲人喺度講緊個通會唔會變？個通點會變嘅啫，大佬。即係你問我個人意見，個通係唔會變。市場而家係反而係睇緊就係話，究竟明年上半年定係明年下半年加息嘅啫。而家嗰個機率都好高啊！呢個明年年中係啊，如果個個都係即係安全咁，你梗係擺中間啦，咁咪年中咯。但係你即係都係翻去個情況，就係話佢有冇能力同佢選擇邊一樣係兩樣嘢咯。能力上即係教授都講過啦，就係其實你講緊要去到年尾，今年年尾加息，其實佢都得㗎。問題佢會唔會咁做啫嘛？咁喺而家美國嗰個情況，其實睇翻 iPhone 嗰個情況嘅話咧。再加埋阿里巴巴咧，我自己 so far 睇係覺得係
係明年年初加息個機會，去到而家呢一刻係比較大啲嘅。咁當然一時都視乎佢禮拜四噏乜啊，或者點講法咧，應該咁講。因為噏乜其實大家都知㗎啦，問題係點講法嘅啫。即係究竟佢讚碟乾炒牛河，哇超好食啊，抑或好好食啊 ，OK 啦，抑或係我話食完下次上嚟再嚟食啊。其實大家都係講緊讚緊呢碟乾炒牛河，但係佢用嘅字眼就成為咗市場係會斟酌呢一樣嘢咯。我記得你之前就講過話，你覺得即係9月中以後咧，就有機會個大市係會調咁樣，會波動一啲啦。咁其實大家都見到如果有留意呢一個係美國嘅 VIX 即係個恐慌指數嘅話咧，咁其實都已經升高咗嘅。係啊，因為過往你講緊平均數都係12左右，12.3啊，12.5左右，你而家講緊14點幾。係啊，咁即係話市場避險情緒係升溫咗啦。咁琴晚 Nasdaq 又跌得比較犀利啦。咁之前全部升得比較勁嘅，咁全部都跌啦，咁觸發嘅都係關乎到呢一個係 Morgan Stanley 走出嚟噏啦，就話即係先就用 Tesla 嚟開刀啦，咁變咗同 Tesla 有關全部嘅概念嘅有關嘅嘢，全部都係即刻被拉低咯。咁喺阿里巴巴臨上市出做啲咁嘅嘢，我覺得佢有啲計謀喺後邊啊。你講大摩係啊，我覺得佢有啲計謀啦，可能已經擺定啲沽盤咗喺度啦，係嘛？沽盤我相信佢一早擺咗嘅，咁而嗰個問題就係話，其實佢點解要喺呢一刻嚟撳低佢咧？我覺得係有啲不尋常。其實即係綜合咗你即係睇咗話之前嗰啲數據啦，講美國方面啦，咁同埋而家嗰個外圍嘅政局，你有冇即係改變到嚟緊呢1-2個月咧嗰個盤路點走咧嘅諗法？繼續係暫時我見到只係我見到波動，未見到話一個真正嘅調整出現。即係你調整，起碼你冇翻2-3%，你都冇機會做調整啦。因為講真句，咁你而家講緊先至1% 多少少，咁我講真，我真係未見到話一個真正嘅調整住咯。原因係關乎到其實市場仲係因為消息而走，即係你大家留意下個市啊，係臨收市升啊，個市最初跌完，跟住中間又升啊，你講緊係即係收市後交易時段又跌一啲啊，但係開咗市冇幾耐又飆翻上去啊，嗰啲，即係你見到其實係呢啲係反映出即係話係資金入市意欲仲係偏強，你加上呢個係美國債券孳息率，你講緊一超翻過 2.5 嘅時候，其實啲人都係反映緊佢哋就係寧願揀股多過揀債。因為嗰個偏向係咁，所以你話自己我都係繼續係講緊我自己我仲係見到波動咯。你話調整就我未見到咯。即係暫時唔應該落手。唔係你沽你嘅話冇問題，即係你要走睇位咯，即係你20點嘅10零20點嘅你要知足咯。即係你唔好整咗10張沽20點啦，開始啦，大茶飯啦，咁繼續加。今日彈翻上去，好似琴晚咁啊。係你要識走咯，即係你要投機嘅冇問題，你唔好投機變咗投資。一時係你投機，跟住之後因為你貪坐咗盤，算啦，我就當嗰啲係投資啦。即係唔可以咁咯，因為你面對緊一啲不必要嘅風險啊嘛。過多幾日咧，其實就已經見到係轉倉啦，要即係19號係啊9月。轉咗去12月咁樣啦，嗰個期貨。不過我見到以往啦，我唔好肯定啦，就係嗰個2個月份咧，其實嗰個差價咧就應該係會逐漸收窄翻，可能得翻幾點咁。我覺得而家早仍然好似好遠，有冇算闊㗎？有冇咩啟示或者啲咩原因咁嘅咧？其實係反映市場係缺乏方向嘅。其實係反映即係嗰個大市嘅睇法唔係咁一面倒嘅，因為其實你期貨係反映兩邊嗰個價格嗰個爭奪㗎嘛。咁如果你跟住嗰期嘅，你去到臨結尾嘅時候都仲係
有個大嘅差額嘅時候，咁其實係代表市場係幾極端嘅睇法嘅。如果真係有啲人係投機諗住擺盤嘅話，你覺得咩位比較穩陣啲啊？我覺得其實唔好太貪心，係170其實要1970要食噶啦。如果 S&P， 即係話當初應該1990附近擺咁嗰啲咯。係啦，即係你2000上面你估到嘅，你一穿咗1980嘅話，其實要一路食噶啦。就唔好太貪心，即係個個都想食大茶飯，即係個個都想攞個彩。但係你炒呢啲係為賺錢啫，無謂同條氣，無謂為啖氣，係啊。琴晚佢見到嗰個 Nasdaq 咧，100咧就跌得比較多一啲嘅，跌咗成1%咁樣啦嚇。咁啊多隻股份啦，包括 William 啱提過 Tesla 股價其實跌咗接近1成噶啦，9個幾%噶啦。咁啊 Facebook 啊 TripAdvisor 呢啲比較熟悉啲嘅咧，都跌3至4%噶啦。咁其中 Tesla 就即係因為大摩咧就收翻之前嗰個目標價，咁佢話覺得睇320蚊，咁啊話近呢幾個星期咧就升得太急啦咁樣，因為8月以嚟計數原來都已經升咗超過2成半㗎啦，所以而家咧冇辦法啦，你諗下其實上個禮拜 Elon Musk 自己都話 Tesla 貴啦。係啦，咁嚟到呢啲位，好似啱啱你又講到，大摩呢個時候出啲咁嘅招，可能有啲嘢，可唔可以講多啲啊？因為嗱，你要考慮一樣嘢就係話，你今個星期五就呢一個係阿里巴巴上市。咁其實市場對於科技股方面呢，其實例如話喺啲老外啊，即係啲鬼佬眼中呢，佢哋都有好多其實係例如話中國概念有關嘅呢一個係基金噶嘛。咁如果你從市值個立場去計算，當你阿里巴巴係成為咗市值最大嘅公司，全世界嚟上市嘅情況之下，咁即係話你喺做一個係中國科技概念基金入邊嘅比重，理論上佢要變最高。咁即係話你要由百度到騰訊呢啲都要沽出嚟，嚟褪位嚟買呢一個係阿里巴巴。咁所以其實你講緊喺科技股當中，如果中國概念嘅 IT 股被禁，你再撳 Tesla 同埋相關有關嘅，即係一啲係 momentum stocks 啦，叫做動力股方面。咁你剩翻冇得撳嘅話，就得翻兩隻，一隻係 Microsoft， 一隻 Apple。咁你諗下，其實你已經操縱咗2/3嘅 Nasdaq，嘅科技有關嘅嚇。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嗰個，即係點解我話時間上呢個咁奇怪，會喺啲咁嘅時間做咧？即係你問我梗係喺 Elon Musk 講完嘢之後，第二日即刻出類似嘅 report 啦。你點解要喺 Elon Musk 講完嘢個幾禮拜之後你先做，而調翻轉係喺呢一隻咁重磅嘅？即係雖然佢唔係指數股，但係你從基金嘅立場去睇嘅話，其實佢個比重實在要佔太高，原因就係因為佢係佢係呢一個係從科技立場，佢個市值同埋你從另外一個就係從一是中國概念嘅 IT 股嚟講，嗰個比重係高啊嘛。咁所以其實係我自己覺得有啲奇怪啊。咁阿里巴巴咧就即係調升咗個招股價啦，由嗰個60至66至就提升去到66至68，係啦。咁佢就話需求咁大，梗係要推高啲招股價啦。不過咧，為咗避免好似重蹈呢個 Facebook 個覆轍啦，係啦，定價就已經好審慎啦。咁樣講到就咁啊，當年都唔係話當年啦，其實講緊都係2年前啫。Facebook 上市嗰陣啊，大家都歷歷在目啦嚇，知道發生咩事。其實今次佢話定價審慎啫，你睇上市之後會唔會都即係仲有啲升幅喺度咧？因為有第一日預期係第一日係升30噶啦，預咗噶啦，因為佢散戶嗰個供應比較少啦。咁散戶嘅供應係從2個渠道啦，即係so far能夠散戶，因為佢直情係冇散戶認購嘅一欄。咁機構性投資者咧，咁當然大嘅股票行佢哋自己去認購再分俾客，呢一個係可以嘅喺美國，即係你當係包銷嘅方式去做係可以嘅。咁所以變咗其實散戶嘅貨絕大部分就喺呢個渠道度嚟。咁另外咧就係喺呢個 Friends and Family 啦，因為佢就將6%嘅股票咧 allocate 咗落去 Friends and Family 嗰度，咁即係會自動批股出嚟。咁嗰啲咁當然亦都會有部分人係即日先㗎啦。咁你即係散戶嘅供應喺咁少嘅情況之下咧，
咁你要拱高個股價係易到冇得再易嘅方式咯。呢個3成實唔實定得到咧？呢一個就係嗰個難度啦，究竟會維持到幾耐啦？我自己覺得係 worst scenario 嘅話係 worst scenario 係2日之後就開始，即係你講緊下個禮拜中就開始跌㗎啦。我哋有冇啲咩可以做？咩關我哋事啊？有冇啲嘢關我哋事啊？其實我都準備今個禮拜日去講多少少有關於呢樣嘢。哎呀，問定咗添。你貪心啦你。係，梗係要啦，做下功課先啊嘛，係咪先？儲定錢先啊嘛。咁所以其實我都會同大家講翻，就係話因為其實呢一種叫咩咧？即係呢個我會禮拜日同大家分享嘅。禮拜六其實我主要講交易技巧同埋就喺風險管理方面。咁禮拜日我就係會講呢一個係科技有關，即是科技股呢一個平台，其實究竟應該點樣去做一個去嚟緊嗰個趨勢係乜嘢咯？咁究竟應唔應該趕住入呢個阿里巴巴平台嚟嘅啫，係咪先？即係究竟應該趕入呢個平台咧？因為有其他平台其實可以考慮咧。咁呢一個係我禮拜日會同大家分享嘅。咁啊 William 就覺得咧，嚟緊個美股應該咧就有好大嘅波幅，但係就未至於有調整出嚟。係啊，調整真係未見到嗰個信號住咯。不過歐洲方面開始已經調咯。歐洲其實你唔可以話佢係呢一種係調，反而我覺得係一個整合。咁點解我會咁講呢？即係因為大家要試諗下一樣嘢，就係話美國推 QE 之後，美股升咗幾多？咁而家歐洲要用同一個板斧，咁點解會睇佢跌呢？咁其實佢嘅跌幅係主要關乎到對俄羅斯嘅呢個經濟制裁所引致嘅。咁你問我係一個係政治所帶嚟嘅一個係風險，而第二個問題，即係我都同大家講過啦，即係呢一個之前講過，就係話你烏克蘭呢啲，其實你從地理同乜嘢個角度去睇係冇相干，而只不過因為蘇格蘭公投，而家 Catalina 又要11月公投。如果卡梅倫捱到去明年嘅話，明年又公投，你唔好喺啲公投期搞啲咁嘅嘢啊嘛。呢個係嗰個而家個問題係依樣啊嘛。咁問題唔係話烏克蘭緊要，或者烏克蘭有什麼嘅民主啊，或者政制喺世界有任何嘅代表性，又或者有任何嘅呢個資源利益，所以俄羅斯一定要攻入去。係冇嘅。即係大家如果細心啲睇翻成件事係冇嘅，有乜所謂？即係以前咪白俄羅斯甩出嚟，白俄羅斯咪又係蘇聯出嚟，有乜關係啫？即係點解中信泰富甩而家阿仔收購阿媽得嚇？即係你又唔去反對？即係呢啲係冇意思嘅。即係你對於我嚟講去睇嘅話，其實只不過係因為嗰個時間性係令到部分西方國家係好反感。咁所以就搞到而家好似好緊張咁啫嘛。係啊，咁見到個數字上顯示咧，就係嗰啲海外投資者啦，對歐洲嚟講嘅海外投資者，上半年咧流入呢個股票基金嘅資金咧就出現咗個逆轉嘅情況。咁就譬如話其中啦，就投資響西歐嘅股票基金啦，過去10個星期咧有9個星期都出現資金流走。我哋咧見到有個即係圖顯示，其實過去嗰幾個月啦，即係主要都係夏天呢幾個月嘅時間咧，就有啲錢咧係有呢個淨流走，係嗰個情況。其中一個因素就係擔心，啱啱 William 都講到啦，就係因為即係蘇格蘭公投嘅問題。咁當然呢個唔係個核心啦，啱啱已經解釋咗啦咁樣。咁最終不如先問下你覺得最終會唔會真係獨立先？定蘇格蘭係咯，50-50喎，真係。我so far去到呢一刻嚟講，我覺得佢哋係想獨立嘅。係，佢哋係想，但係即係。有冇啲咩經濟啊，或者係一啲政治上嘅情意結，令到可能最終都唔能夠獨立呢？貨幣啦，貨幣咯，呢個係佢真係實。如果佢真係去做嘅話，係有嗱，你第一你國防，你貨幣啦，國防。
咁同埋就係話關乎到你嗰個稅收或者係儲備上，呢幾方面都係蘇格蘭係缺乏嗰個係點講呢？係缺乏嗰個人才去做，因為你本身例如話係一啲金融機構其實都唔撐你公投，係咁咩喺蘇格蘭起家嘅喺蘇格蘭起家嘅金融機構都唔撐你，因為之前俾英國政府救咗，係啦，因為佢係啦，佢欠佢人哋一個人情啊嘛，係啦。咁你係有一定嘅難度嘅，咁但係例如話你話係咪又唔得呢？咁唔係嘅，即係其實佢高薪請我同往常去咪搞掂啦，因為其實佢哋可以學愛爾蘭嘅嘛，即係愛爾蘭佢嗰個愛爾蘭嗰度，你其實睇下佢呢幾年嗰個從呢個歐豬國逃翻出嚟，你見到佢因為用一個係低稅制嘅環境，咁同埋就係對於個別嘅一啲行業，尤其是大型嘅 IT 公司所提供嘅稅務優惠或者係公司註冊嘅優惠，咁令到都有好多嘅公司將佢哋歐洲總部設喺佢哋嗰度。咁呢啲都係其實吸引到外資嘅一個方式嚟噶嘛。咁所以你同埋佢要真係獨立嘅話，你講緊最快係2016年嘅唔知9月定8月。咁其實佢有時間嘅。咁所以變咗就係話，當頭先提過嘅一啲係例如話係喺金融上啊，即係喺 fiscal 上佢哋嗰個係冇機會去考慮過嘅情況之下。而如果佢哋要獨立嘅話，其實你會見到佢哋未來嘅2年就有好多嘅功夫要做咯。我哋好快問一問阿 William 咧，其實你點睇嗰個榜呢？即係短期呢幾日其實都幾關鍵，而個榜其實呢，有啲人呢，我知道係有撈底嘅。依家點搞好呢？定因為擺下先呢？等埋我呢幾日先呢？冇㗎，其實公投我自己覺得係會獨立啦，但係實際呢，我相信係唔會咯。但係個問題其實你要攞翻最近似嘅情況，就係你攞翻呢個加拿大嘅魁北克㗎嘛。呢個係最近似嘅一個情況。咁其實個問題到而家都未解決嘅。咁喺英鎊嗰個立場嚟講，其實過完個公投，如果話佢唔獨立嘅，咁其實英鎊會有個技術性嘅反彈，會去到可能 1.64 左右咯。咁但係跟住都係走弱嘅，因為個問題會一路吊住喺度，其實冇解決到噶嘛。咁而第二樣嘢要考慮嘅就係，我成日都即係我一路都喺年初我都講啦，你英國係大數靚細數唔靚，咁所以我唔覺得佢係真正有經濟復甦。咁而去到而家今時呢一刻，大家都見到真係個情況，就係話英國由房地產去到經濟活動，各方面其實唔係話差，但係絕對唔係好似預期年頭嗰個預期當中咁好。而個情況係會繼續會維持一段時間，所以點解我話 Carney 嗰個水平低就咁解？因為你仲喺呢啲情況之下走出嚟，你話會一個強嘅英鎊，有機會做加息。我只要同大家重複提過好多次，就係話技術上嚟講，英國仲未退市。你講咩加息啫？如果真係獨立咗嘅話，個鎊會即時射到犀利啦。會㗎，你講緊 1.54 度啦，1.54、1.56左右咯，呢個走唔甩㗎啦。咁但係跟住之後呢，先至大件事，因為你今次嗱，首先一樣嘢就係話，我覺得去到最尾係點解我會話係個制度上佢會令到佢係 no 啦。OK， 個制度上會令到個結果出嚟係 no 啦。OK， 如果因為會有好多廢票出現咯，冇俾我估中。而家都有啲中間人士嘅。係啦，唔係咁，另外要考慮幾樣嘢嘅，即係你要了解翻站喺蘇格蘭人個立場，就係話佢覺得佢補貼緊英國人。而第二，你蘇格蘭其實佢哋嗰種融洽嘅氣氛係比英國更強。我點解會咁講呢？原因就係因為其實你睇英國嘅倫敦 for example， 其實你會見到有好多係一啲印度人啊各方面喺度。
咁而某程度上階級觀念其實仲係有喺度嘅，反而喺蘇格蘭方面呢一樣嘢係比較少咗一啲。咁而你可能你話蘇格蘭咁，可能琴晚電視講過有威士忌，咁大家仲要記得其實佢係最近北海嘅，所以北海油田亦都係佢個開採權係最多啦，喺英國嚟講。咁另外亦都要睇翻就係捕魚業方面，其實佢北海好多嘅深海魚啊，例如即係你啲銀鱈魚，其實有好多喺嗰度嚟嘅。咁呢一啲其實都係對於蘇格蘭嚟講係一個係經濟嘅呢啲重要嘅支柱。愛爾蘭嘅威士忌嘅情況會唔會發生喺蘇格蘭度呢？呢個我之前已經解釋過㗎啦，即係琴晚喺電視度。如果你想我再講多啲呢，就係話，因為愛爾蘭有好多當其時移民就係移民咗去美國。咁跟住之後呢，你講緊因為當禁酒令一出嘅時候呢，嗰陣時就大蕭條之前，咁所以令到呢大量嘅愛爾蘭嘅威士忌係冇得送去美國，所以點解執啫嘛？你而家呢個情況唔會發生喺蘇格蘭度嘅，你蘇格蘭要擔心嘅只不過係其他地方嘅威士忌會唔會搶佢生意，which is 例如話日本呢啲，跟住所以嗰個好多嘅情況其實你會見到就係話傳媒上最近開始作出一啲報導，尤其是英國傳媒探討嗰個蘇格蘭嘅得失呢，其實已經開始出現 bias 嘅，有時已經係唔得中立嘅，即係例如話係威士忌嗰個分析，其實係已經唔得中立嘅，其實唔會同一個情況出現嘅。咁所以係蘇格蘭係有能力，但係我覺得到最尾過唔到，係因為第一嗰個選舉會令制度上令到佢過唔到，而第二就係話關乎到蘇格蘭佢冇人為佢獨立做好準備咯。OK， 休息翻嚟講下啲問題係咩先？